别吃饭啊，别当做西餐厅啊。当早餐也不是西餐，连餐厅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署命啊，我来自台东都兰，都兰是我的家乡。最近我们的学校这一年爆红，你们有买过都兰的国小书包吗？我是杰出校友。这个好像有卖哦，卖啊，完了，7-11买不到。说明年再来买啊，好来都兰买，哎呀，哇，这样火车票来回这样，好像不太划算呢。就顺便去买，然后就顺便去玩。然后唱一首那个我们部落的一首歌，这首歌可能大家都知道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主题曲，里面郭英男阿公唱的。我今天给他改版，然后变成年轻人唱的那种。我选的不是很好啦，但我希望我有一天老的时候也可以跟郭英男阿公那样的嗓音。欢乐一首歌，谢谢大家来听我唱歌。Hey